早排教會有朋友邀請我去佢哋小組嗰度分享。朋友話睇到新聞，見到有一個化名 K 小姐嘅姊妹寫信俾傳媒，話佢喺台灣公幹嘅時候俾基督徒嘅老闆侵犯咗。佢哋教會嘅牧者用所謂信仰嘅理由叫佢唔好報警，話會幫佢主持公道。事情拖延咗一輪 ，K 小姐終於都報咗警，但係由於冇相關引導嘅法例，所以要嗰個涉嫌侵犯嗰個嘅老闆自己走去台灣先至有機會去查明真相。咁事情後來就發展到好無奈啦。朋友話睇到新聞先知，原來基督教界喺社會原來有可以咁大件事嘅，所以佢想我分享下信仰點樣去回應社會。幾年嚟咧，唔同嘅人都邀請過我分享類似嘅題目。我發現嘅係話，有唔少嘅人要花好多嘅功夫先至能夠去了解到唔同議題嗰啲嘅來龍去脈，但係由於冇分析嘅工具，所以亦都好難可以傾得到落去，更加講唔上係信仰反省。呢啲經驗迫使我去問，點解咁多人對公民社會好基本嘅概念都係一知半解嘅呢？點解好多專業嘅人士當討論到社會嘅議題嘅時候，可以有咁明顯嘅偏見同埋盲點嘅呢？我嘗試去探索下信仰思考嘅方法，希望可以帶嚟討論嘅基礎。講到思考，任何嘅思考都要有起點嘅，要捉緊嗰個基本嘅問題，你要搞清楚嘅起點。如果唔係咧，你搞唔清楚你會去邊。情況就好似你搭港鐵嘅時候，月台前邊有好多嘅人，你同自己講點都要逼到入去，但係任你扮沙甸魚，你都塞唔到入去。車門閂啦，你見到原來隔離冇遠嘅大門未有耐，嗰度有好多嘅空位，早知喺嗰度上車啦。喂，如果搞清楚目標嘅話，睇到嘅嘢就會唔同啦。你唔會淨係望住一個門口一味逼入去，然之後同自己講話，我已經盡咗力啦，冇計。今日好多信仰嘅扭曲就係源於搞唔清楚基本嘅問題啦，以為信仰回應生活就係打開聖經去問基督徒可唔可以咁樣啊？但係聖經唔一定有記載今日嘅情況，就算有都未必直接用到。我哋見到有人會用信仰嘅理由主張啲違反常理嘅事情，好似開頭講 K 小姐嗰個牧者，佢話有時唔好報警，因為聖經話弟兄姊妹唔應該互相嘅告狀。你睇見嗰啲教條式嘅思考係點樣嘅，可以變成扭曲人性嘅藉口。所以今日我哋講信仰思考嘅時候，可能最基本嘅問題唔係問點樣做一個嘅基督徒，而係點樣做一個人。要有起碼嘅常識，唔可以扭曲人性。大家知道喺二次世界大戰其實咧係源於德國啦，當時納粹黨上場，用拯救國家嘅名義去迫害猶太人，甚至乎發動戰爭。今日好多人唔明白嘅係德國人咁叻，點解全國嘅上下會一齊去配合獨裁者做啲咁錯嘅事情嘅呢？有啲研究話人喺壓力之下咧，會對自己嘅良心講大話嘅。一個有份起集中營嘅建築師，佢戰後嘅審訊話：我唔知㗎，我只不過係嘗試去實踐我做建築師嘅夢想啫嘛。歷史話俾我哋聽，只有好少嘅人能夠堅持反對當權者嘅大話。其中一個叫做潘霍華。佢唔係姓潘，潘霍華係佢家族嘅姓氏，又譯做彭霍費爾。佢係一個牧師，亦都喺神學院度教書，但係佢竟然係參與行刺希特拉嘅計劃。佢話：如果有個癲佬喺鬧市入邊去揸車，亂咁橫衝直撞，撞傷咗好多人嘅時候，我哋要做嘅嘢可能唔係淨係幫啲人去療傷，更加要去問有冇人去截停架車制止個癲佬。後來潘霍華俾人拉咗，行刺嘅計劃亦都失敗收場。佢寫咗一啲嘅説話，對當時教會嘅沉默表示懺悔。佢話：咁多年嚟，教會一直嘅係為自己嘅生存去作戰，好似佢自己嘅存在就係最終嘅目標咁樣。於是乎失去咗向世界去見證和平嘅機會。面對住信仰脫離現實，佢就話：一個人必須要完全過住現世嘅生活，先至能夠學到信心。必須要放棄將自己變成某一啲人啦，無論係聖人，無論係悔改嘅罪人、教徒、義人或者不義嘅人。唯有咁樣，我哋先至能夠將自己毫無保留嘅交俾上帝，同基督一齊參與佢嘅苦難，負起生命一切嘅責任，面對到成功咧、失敗咧同埋無奈，咁樣先至係做人同埋做基督徒嘅意義。潘霍華俾人處死嘅時候39歲，佢冇做到嗰啲嘅大事，做唔成啦。但係佢盡力回應咗佢嘅時代，
而且佢亦都驗證咗親身嘅驗證咗佢自己嘅神學倫理學，俾我哋睇到嘅係話，原來做人比起做教徒係更加基本。所以我哋話信仰思考今日嘅基本嘅問題係乜嘢呢？就係話點樣去做一個人，因為願意對生命坦白嘅人，先至能夠體會得到信仰俾佢嘅挑戰同埋力量，知道點樣去回應社會。希望呢啲嘅嘢對大家有幫助，至少能夠俾到自己同埋身邊嘅人有一條嘅生路。